大家好，我是罗生彪。在占卜仁波切小时候，他的养父养母波利斯和达纳已经为他们真爱的儿子做好了打算。长大后上大学，拿到优秀的学位，找一份工作，接下去当然是结婚生子。他们希望儿子一圆美国梦。儿子成为一个僧人，显然不在他们的计划范围内，因为那将摧毁他们基于儿子的厚望。他们甚至已经为儿子挑选了一个女孩作为结婚的对象。尽管仁波切面对来自养父养母的种种阻挠，堪书洛桑达庆仁波切仍然教育这个小男孩应该维持家庭的圆满。堪书洛桑达庆仁波切知道仁波切的养父母不想儿子把时间花在寺院里，所以他总会建议仁波切待在家里，听养母的话，不要到寺院来。他透过培养仁波切对养母的耐心，来帮助仁波切实修佛法。为了让仁波切远离寺院，养母达纳甚至开始传播有关堪书洛桑达庆仁波切的谣言。然而，这位慈悲的大师从未报复过达纳，或说过达纳的不对，一次也没有。仁波切的养父母甚至在寺院里当着堪书洛桑达庆仁波切的面，对这个受人敬重的年长大师出言不逊。幸运的是，社区里的大部分人都不相信这些谣言，他们知道这是仁波切的养父母为了让仁波切远离寺院而故意制造的麻烦。每一次仁波切想见上师或想去寺院的时候，他都必须对养父母说谎，说他是去见朋友或表兄弟姐妹。仁波切的养母总会打电话给他们求证，而他们也会为仁波切遮掩。如果养母发现仁波切去寺院或做与佛法有关的事情，养母便会打他，打完后会对他咆哮上几个小时，然后把他关起来，几个星期不准他出门。养父母之前所做的任何允许他参加法会或灌顶的承诺也会被收回。只要养母一外出购物或工作，仁波切便会立马冲到寺院，能待多久就待多久，这样他才能为他的上师服务。寺院里需要他帮忙的工作他都会做，他总是找尽理由留在寺院，并证明自己有用。堪书洛桑达庆仁波切出于对这个小男孩的同情，通常总会叫他回家去。有时候堪书洛桑达庆仁波切会邀请仁波切一起吃一种叫摸摸的藏族饺子，这时候仁波切会高兴上老半天，因为这意味着他能待在寺院更长时间。在寺院里被人关爱的珍贵时光，暂缓了仁波切在家中遭受的痛苦，成了他唯一的希望，坚定了他要接近佛法的强烈愿望。关于他去寺院，仁波切这样说道：我被逮住了好几次，每次都被狠狠打了一顿，但是我还是撒了很多年的谎。如果能去一趟寺院，被打一次也是值得的。说谎是种恶业，但不能接近佛法更是罪业深重。仁波切接着说，堪书仁波切是一位严肃的上师，在寺院修习佛法的9年里，他从来不对着我微笑或称赞我。其实，在大部分的开示中，堪书仁波切会叫出我的名字，并且严厉地问我是否明白他所讲授的。有一天，当堪书仁波切在附近一个弟子家中给开示时，我从花园摘了一束鲜花放在门口，同时附上一张字条，写着：我供养这些花给您，祈愿您圣足所经之处皆开出1000朵莲花。我随之按下门铃，然后用最快的速度跑开，并躲在草丛里。我想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儿。堪书仁波切的其中一位弟子走出来，拿了花束和纸条，再交给堪书仁波切。当堪书仁波切的弟子将字条的内容念给他听时，我透过纱门见到堪书仁波切
露出微笑。当时我兴奋又开心，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看书仁波切对我所做的事儿露出微笑。我眼角流出感动的泪水，因为我知道自己做一些让上师高兴的事儿。在仁波切的家里，养母为年幼的仁波切提供了一切物质享受。他的表兄弟姐妹和朋友们总想来看他，因为仁波切的地下室里全是玩具。然而，这个特别的男孩在这些同龄人所爱之物里找不到多少乐趣，反而在佛法中找到真正的乐趣。他真正想要的是一尊属于自己的佛像，但这个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仁波切在家时通常会以冥想的姿势坐在床上，裹着被单，似乎把被单当成僧袍。他会把自己看成一个喇嘛，正在向大批假想的观众讲学。他会在长条纸上写下难以辨认的文字，风格就像传统西藏经文。他假装自己正在书写神圣的文字，并打算将这些传授给弟子。伴随着假想的祈愿，他也会根据想象结各种手印，也就是宗教仪式中的手势，和进行各种仪式。闲暇的时候，仁波切也会在图书馆待上几个小时，用尽零用钱复印佛像，然后分发出去。他非常喜欢约翰·贝洛菲德的书《心咒》，充满力量的圣言，并复制一些书中的图片发给朋友。如今，仁波切对制作佛菩萨肖像，如佛菩萨圣像、佛坠和佛像等，仍然充满热情。他会把这些赠送给别人，并鼓励自己的弟子也这么做。到今天，仁波切对佛坠及佛菩萨图像的热忱从不退却。让每个人都能拥有这些图像的愿望，一直激励着仁波切。因此，科切拉佛教团体制作的第一批佛坠中，有许多还是由仁波切亲手设计的。今天大家在科切拉所见到的适合各种场合、样式更丰富精美的佛坠，也是由此而来的。仁波切很小的时候便喜欢画佛像，这张释迦牟尼佛画像便是仁波切早期的作品之一。这是仁波切在12岁左右的时候用马克笔绘制的绿度母佛坠。多年后的今天，仁波切在闲暇时偶尔还会挥动画笔作画。